好，我係麥玲玲。喺傳統嘅生肖文化，有時合婚都會睇睇嘅生肖。咁除咗基本上嘅六合啦、六沖啦、三合生肖之外咧，其實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唔同嘅好運生肖文化喎。當然，其實我哋無論合婚做朋友或者子女都好，都唔可以淨係睇生肖而一概而論嘅。但係的確有時有啲口訣係幾有趣，同埋都係根據一啲傳統嘅智慧，就係因為睇返嗰個動物本身嘅性格，一路流傳落嚟嘅就有兩馬不同房，即係兩隻馬咧就唔好同一個馬房啦，因為佢哋大家都係比較急進嘅。仲有兩蛇不同洞喎，因為兩條蛇係會互咬㗎。咁另外兩虎不同山，因為一山不能藏二虎，虎都係比較中意獨行獨斷嘅。仲有兩龍不同潭啊，即係話兩條龍咧就唔好喺一個大家喺個水度，因為佢哋都係好中意做領導嘅，咁變咗嚟講咧就唔啱啦。另外仲有一啲譬如蛇前馬腳啊，知你哋自己身處嘅地方又有冇呢啲口訣呢？或者留言話俾我知啊！